果我送一場長達900日嘅旅行俾你，你會點樣出發呢？你會坐飛機環遊世界，定係孭起背囊去冒險？但如果我話俾你聽，呢場旅程你只係坐住一架好普通嘅三輪車，而車上面係一位就快100歲，連行路都行唔到嘅媽媽呢？你又想唔想像到呢個會係一場點樣嘅旅程呢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和媽媽一起度過的900天旅行》。故事嘅主角係一位70幾歲嘅男人，佢叫做黃一文老先生。佢做咗一個令到所有人震驚，甚至覺得佢係瘋狂嘅決定。佢要載住佢年近100歲嘅媽媽，用一個最原始、最慢嘅方式去重新認識呢個世界。就係咁，黃一文老先生就載住佢嘅媽媽，兩母子坐住一架特製嘅三輪車，踏上咗一條漫長而且望唔到終點嘅旅程。一架改裝過嘅三輪車就係佢哋全部嘅家。一路上，佢哋經歷過日曬雨淋，行過崎嶇嘅山路，亦都遇過無數溫暖嘅陌生人。黃老先生佢一邊用力踩，一邊同媽媽介紹沿途嘅風光，而車上面嘅媽媽就好似變返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嘅細路女咁樣。喺書入邊記錄咗好多佢哋沿途影落嘅相片，同埋一幕又一幕既驚喜又感動嘅小故事。到底呢一架咁慢嘅三輪車，最後可以帶到佢哋去邊度呢？佢哋喺呢900日入邊，又經歷咗啲咩奇遇呢？黃老先生喺本書入邊講：我希望你能幸福地過好每一天。當結束旅行的下一天，我希望你能笑着說：過得真幸福。這是你這個上了年紀的兒子心中的夙願，也是我這一輩子最後的期望。騎在三輪車上，眼前的世界異常地美麗。一想到即將離開這美好的世界，對人類的壽命感到無比的遺憾。恐怕母親也同樣如此。不要停下腳步，再跑上一程。也許這就是我和母親在無言之中定下的協定。表面上呢本書好似係講緊一場好熱血、好不可思議嘅旅行，但係只要你翻開呢本書，細心啲睇，你就會發現旅行其實只係一個載體，而真正撞擊我哋心靈嘅係隱藏喺旅程背後嗰份濃烈到化唔開嘅親情。隨住父母嘅年紀越嚟越大，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只係習慣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，但係又有幾多人會好似黃老先生咁，願意放慢自己嘅腳步，用盡全力去抵抗時間嘅流逝，好純粹咁樣去陪伴父母，圓佢哋心中最後嘅夢想呢？呢本書帶俾我哋嘅唔單止係一幅幅美麗嘅風景，更加係一課深刻嘅生命教育，提醒我哋要愛得及時。如果你都想感受呢份超越時間嘅愛，或者想喺讀書壓力大嘅日子入邊揾到一啲溫暖同埋力量，強烈推薦大家去御書房借呢一本《和媽媽一起度過的900天旅行》，打開呢本書，同佢哋兩母子一齊出發啦！